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紅一丁嘅雜貨鋪。今日想同大家講時間管理。你哋行出去書局咧，都見到好多書係講關於點提升生產力啊，關於時間管理呢啲咁嘅嘢嘅。咁今日呢條片我就想從一個第一性原理嘅角度出發，去剝開時間管理呢一個概念嘅糖衣，睇下究竟時間管理係一件乜嘢嘅一回事。我諗好多人都認為啦，所謂嘅高生產力其實就係行路行快啲啦，做嘢手腳快啲啦，將每一日大家嗰個 to do list 塞到滿晒，咁就叫高生產力啦。但係如果我同你講，所謂嘅高生產力，其實往往只係幫你好快咁樣去回應人哋優先嘅事項呢，你又點睇呢？大家試幻想每日返到公司，打開部電腦 check email 嘅時候，係咪一開始就好有效率咁樣去覆呢一封電郵，覆呢一個客，覆老細嘅 email， 總之就好似解決咗好多咁樣嘅問題。喺人哋嘅眼入邊啦，或者你老細嘅眼入邊啦，其實你做嘢效率好似好高喎。但係到咗夜晚放工嘅時候，熄咗部電腦，返到屋企坐喺度，你問下自己，其實你今日做過啲咩呢？你往往會發現，原來你將最精華、最寶貴嘅時間攞嚟服侍咗人哋，而留返俾自己嘅呢，淨係得一個好攰嘅身體。呢個就係每一日大家重複緊嘅生活。你哋有冇試過問自己啊？我嘅時間究竟去到邊一度呢？其實時間同錢好似㗎，如果你唔主動去 plan， 唔主動去望住佢用咗邊啲地方嘅時候呢，原來佢哋會喺不知不覺嘅期間俾個環境偷走咗，俾你身邊嘅人偷走咗嘅，俾你個老細偷走咗嘅，咁你嘅時間就會唔覺意咁樣冇晒噶啦。所以時間管理嘅本質呢，就唔係教你點樣做更加多嘅嘢，而係教你點樣將時間真正用翻喺自己嘅身上邊。好啦，我哋知道頭先嗰啲嘅理論之後，我哋而家想攞翻我哋自己嘅時間，第一步亦都係最核心嘅一步，就叫做 highlight 焦點設定。如果你今日一打開眼而唔知道自己今日最核心最重要做乜嘢嘅時候呢，你嘅時間就會好容易俾手機上面嘅嗰啲短片啊，或者一啲唔關重要嘅 email 呢，就會吸引咗過去。而對於一啲真正重要嘅嘢呢，你就會開始想拖延，唔想去做。咁我哋究竟點樣去定義呢一個焦點呢？一件事如果要被選為今日嘅 highlight， 佢一定要符合3個條件嘅其中之一個。第一，佢一定係迫切性嘅；第二，佢會令你有滿足感嘅；第三，呢件事好玩嘅。大家試諗一下，好多人其實一開始新嘅一日呢，好多時都係打開部電話睇嘢啦，睇唔同嘅信息啦，或者直接咧就處理手頭上面最容易最瑣碎嘅一啲事情。喺呢個運作模式入邊啦，如果你唔主動去同自己 set 一個焦點嘅話呢，你嘅大腦就會自動進入咗一種被動模式。結果就係你好似忙咗成日，但係其實你只不過係被動咁樣去回應緊出邊人哋嘅要求。講得簡單啲，即係你忙緊人哋嘅事，而唔係忙緊你自己最重要嘅事。如果要打破呢個循環，冇辦法，你每一日都必須要強迫自己去 set 你自己當日嘅焦點事項。無論其他事幾大，噪音幾多，你只要搞得掂你朝頭早 set 出嚟呢一個嘅焦點事項呢，你今日嘅時間就算係叫做冇白費到噶啦。對內，你要自己識得控制慾望，唔好乜嘢都攬晒上身；對外，你要守住自己該有嘅本分。要做到呢一點，你有一樣嘢就真係要學識嘅，就係
對於大部分嘅情況都 say no。好啦，完成咗揀咗今日嘅焦點事項之後，第二步就係進入一個叫做雷射狀態 laser 嘅狀態。乜嘢叫做雷射啊？雷射就只會集中一點去發射嘅啫，佢個燈佢個光係唔會擴散嘅，一點就係一點。套用落去工作嗰度，雷射狀態就係唔只要做完一件事，而且仲要做得好。由焦點工作開始做之後，千祈就唔好滿足於交差嘅啫，我做好就得噶啦，唔係，而係你要追求深度嘅專注，亦即係我哋要好專心咁樣去做呢件事。點樣可以專心啊？首先要唔好分心先。而家我哋個個人都有電話，隨時又會有人 message 你，突然間又有 social media 嘅 notification 彈出嚟，總之就有千萬樣嘢咧，可以令到你分心。你個電話熒幕一着，你本身做緊嘅嘢就自然會被打斷，你本身嘅思緒集中力亦都會完全因為個電話熒幕一着，你走去望佢就完全打斷咗。以今時今日電話同我哋嘅關係咁密切，你話我要唔用電話係唔可能，你話長期唔掂部電話亦都係好難嘅一件事嚟。但係我哋都可以做多少少去訓練我哋，試下可唔可以同電話嘅距離有時可以離開得遠少少呢？例如每日放咗工行緊去巴士站或者行緊去攞車嘅時候，可唔可以唔好撳電話呢？你同緊屋企人去行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可唔可以特登好刻意咁樣唔好攞個電話出嚟撳，唔好攞個電話出嚟望呢？呢一種短暫同你個手提電話失去聯絡嘅呢種獨處狀態呢，原來係可以令到你嘅大腦放鬆嘅，可以令到你嘅大腦喺好多好雜亂嘅信息入邊，突然之間有一種抽離狀態，令到你嘅大腦可以清醒翻。第三步就係提升你嘅個人活力，建立身體嘅能量護城河。我哋而家不如試下喺能量呢方面去講時間管理。我當你而家好得閒坐喺度冇嘢做，但係如果你嗰個人當時嗰個狀態係好攰嘅，個腦完全係塞咗，乜嘢都諗唔到嘅時候，你根本唔能夠有啲咩精力，唔能夠有啲咩能量去完成你嘅焦點事項嘅，做唔到嘅，唔可能。所以第三步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提升你自己嘅活力。當你自己嗰個精神狀態越好嘅時候，原來你越有意志力去抵抗電子產品為你帶嚟嘅一啲誘惑，你亦都越有能力去拒絕食一啲垃圾食物嘅。咁我諗大家其實都試過啦。OK，完成咗一日嘅工作，放工啦，好攰。行過一啲雪糕鋪，哇，辛苦咗成日咯，食杯雪糕慰勞下自己都唔係好過分啫。咁但係你冇諗過，原來你呢一排係諗住減肥嘅，食少啲雪糕，食少啲甜嘢嘅。但係就係因為你嗰一刻嘅精神狀態好攰，你嗰個自律能力就降低咗。所以點解第三步呢一個提升活力有咁重要嘅一個功能喺度？因為你自己嘅個人能量越高，你對於自己嘅時間管理，對於自己嘅時間掌控，你更加有一個話事權。方法就係我哋食嘢嘅時候就揀圓形食物嚟食，唔係 circle 嗰個圓形，係總之原始形狀嘅食物。例如你見到嗰個係一棵菜，咁你就食一棵菜啦。你見到嗰塊係牛扒，你就食塊牛扒。你唔會話我想食肉，我走去食罐午餐肉。午餐肉嗰啲就係經過加工精煉之後，佢就唔係一種叫做原形食物。另外要適當嘅睡眠啦，要瞓得啱啦，瞓得好啦。
每個禮拜都要抽翻2至3日出嚟做運動啦，可以出去慢跑或者你走去健身房做 gym 啦。有人曾經同過我講噶，喂，哇，咁你去做運動好嘥時間噶，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唔係咁樣。運動的確會用咗你時間，但係其實係幫緊你個腦咧叉電。咁我覺得呢個時間用出嚟咧就非常之抵嘅。好似我自己，我就中意長跑嘅。咁長跑練習其實每次起碼短則30分鐘，有時會1個鐘甚至更加多嘅時間。咁係啊，你的確係用咗呢個時間落去。但係長遠嚟計，你喺運動嘅時候，你個腦又可以放空啦、休息啦，同埋長期保持住做運動，你先至有更加多嘅精力去管控你自己嘅時間，管控自己嘅自律能力。花時間出嚟做運動呢，其實係幫自己起緊一條對抗疲勞嘅護城河。而第4步就係反省，系統嘅持續優化。最後一步亦都係一個理性邏輯嘅人咧必具備嘅一個步驟嚟嘅，就係反省 reflect。 點樣去做呢？就係做記錄，追蹤成果。時間管理咧唔係一套唔能夠改變嘅 formula， 佢係可以隨住個環境而隨時改變嘅一個 system 嚟。我哋要定期去回顧下自己做咗啲乜嘢，睇下邊啲重要嘅焦點事項仲未去完成嘅，然後再望下呢一堆時間管理嘅策略，睇下有冇邊啲自己用落去覺得好難執行嘅，好痛苦嘅，咁就試下去調整佢。通過每一日對自己嘅微調同埋記錄，去確保自己咧係行緊一個啱嘅方向。嚟到最尾，我想講，時間管理從來都係一場關於自主權嘅抗爭，控制住你嘅慾望，守住你嘅本分，唔好俾外界嘅雜音帶走咗你。大家由聽日開始，為自己揀定一個 highlight，熄咗嗰啲無謂嘅 notification， 將時間真真正正投入翻喺自己嘅靈魂，同埋投入翻自己嘅未來上邊。當你有好嘅身體同埋專注力嘅時候，屬於你嘅機會自然就會喺最適合嘅時候出現噶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麻煩大家將呢條片呢 share 俾你身邊成日都話唔夠時間又冇時間去做嘢嘅朋友嗰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